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今年会伫咧美国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无排除以后会来访问台湾。网络影片有一个乌克兰的政府法院讲，规乌克兰就互粗残枪杀，怀疑是罗西亚军人动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退休金改革方案，劳工不满大罢工，昨有128万人就街抗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头起先是来看咱国内的消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是证实，今年会伫咧美国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嘛无排除以后会来访问咱台湾。也若是咱的总统府是表示，若是定案，就会继续说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感谢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彭博社侧白报道，麦卡锡证实因今年会伫美国会面，嘛讲要是无排除后日会来拜访台湾，而且强调讲针对伊要去倒位，中国是无权利伫遐比手画刀。总统府表示，若有定案会向各界说明。美国国务院虽然是无评论麦卡锡会面的消息，不过批评中国想要破坏台海的稳定。Leaving aside the reports that have been out there about Speaker McCarthy and a potential engagement is the fact that the PRC has consistently sought to undermine the prevailing status quo. 中国外交部长真讲初7伫记者会提出宪法，叫美国唔通干涉内政。针对这点，白宫表示，美国一中政策无改变，反对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中国无放弃武力拍台湾。经济学人报道指出，真正总统蔡英文宣布延长做兵的时间是一个真困难的决定。其实，这个决定无应该遮尔困难，不过嘛反映一个事实：台湾还未决定要安怎对抗，甲敢是要对抗中国的侵略，其中存在中国心理战等等的难题。他们会希望用这种方式去降低我们民众的抗战意识，或是我们民众对于中国的观感，以及我们民众对于其他国家的观感。我相信台湾人民有足够的警觉，有足够的决心来捍卫我们自由、民主、法治还有人权的普世价值。针对这点，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讲，未来会继续加强台湾的国力，相信全民面对威胁的时阵，拢会当团结一致。拍拼捍卫咱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影音平台抖音 TikTok 在世界各地引起争议。目前，美国、欧盟侪个国家拢已经禁止政府部门的设备用 TikTok。但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是提出下党派拢支持的法案，要求商务部要指出讲 TikTok 可能是倒一寡方面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上当可能会全美国拢禁止使用。由中国日在跳动公司推出的影音社群软体 TikTok， 公司使用者有超过8亿人，这还阁无甲中国本身国内版本使用者算入去。路透社的报道就指出，光是伫美国 TikTok 的使用者就超过1亿人。为将总统川普的任内，美国政府就认为中国政府透过 TikTok 进行大外宣，影响美国政局以外，还阁透过使用者各自连接，偷摕美国重要的情报。不过，就算川普政府已经下令禁止使用 TikTok， 还有中国电信公司的简讯软体微信，煞伫2020年去互法院阻挡，煞无法度来推动。这个中国软体甲平台引起的疑虑，并无因为别种换人做主就安尼消失。TikTok concerns me for a number of different reasons. One is the data that they have. Secondly is the algorithm and the control who has the algorithm. Third is the broad platform. Influence operations, as we talked about previously.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TikTok and the ability of that platform to be u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both to take on data, but also potentially as a malign influence and propaganda tool. 由华纳带头，而且得到下党派支持的参议版本，请商务部深入了解。而且推出威胁美国的外国科技产品，其中 TikTok 海外版执行长周受资，按照这个月23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不过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比奥认为讲安尼根本无够，所以另外提法案，要求行政部门直接禁止使用 TikTok 等等的软体。因为众议方面，共和党提出的法案嘛类似罗比奥的版本，不过去民主党批评伤过潦草，应该好好计划才对。所以最后会通过什么款的法案来对付 TikTok， 也要观察。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财经新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29个先进国家
工课场所对女性优先程度的调查，上优先的是冰岛，排名上尾名是南韩。日本嘛连续7年排倒头算第2名。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去年国民收入统计平均收入是32000块美金，比前年减3000。咱台湾人去年平均的收入是比南韩较悬，是咱人20年了后总算阁超过韩国。英国 Times 报道，德国政府按算上半今年春天就要全面禁止电信业者用中国品牌华为甲中兴制造的5G 网络设备。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根据美国甲德国情报单位上新的调查，北溪天然气管线封气的事件，真有可能是亲乌克兰的团体做的。不过乌克兰政府是表示，这件代志甲因无关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有4个美国人去墨西哥说意外去互病毒集团绑票，2个人死亡。初步研判，都算是真有可能掠唔到人。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目前伫咧巴赫姆特这个城市战甲上激烈。咱来看边仔这张地图，这红色的就是罗西亚共占去的土地，黄色的就是这阵交战甲当激烈的巴赫姆特。咱会当看到讲，罗西亚是按算对4周边甲巴赫姆特围起来食掉。巴赫姆特是乌克兰东部重要交通中心，蓝色的这几条是高速公路，拢有对巴赫姆特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表示，若巴赫姆特和罗西亚讲起，这州其他的大城就真危险啊。另外，这阵网络有流传一个影片，是一个乌克兰的政府发一声荧光归乌克兰了后，就互粗残枪杀，怀疑是罗西亚军人伫咧巴赫姆特动手的。乌克兰就呼吁国际刑事法庭赶紧调查。Снимаю уже. Украина. Да ты. 表达爱国的心，穿乌克兰军衫的这个查甫人，随即有自动步枪弹死。这段12秒的影片，才人红传起伫网络顶，引起各界批评。目前无法度知影这个影片具体翕的时间。敢来当推测开枪的人是罗西亚的军方。红台市的乌克兰士兵是属于第30里的。2月初上尾一届出现的地点是战甲真严重的巴赫姆特。这样粗残的行为，乌克兰当局呼吁国际刑事法庭展开调查。A Ukrainian man was clearly murdered simply for expressing his Ukrainian identity and love for his homeland. It is a war crime and a violation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o kill unarmed prisoners of war. 罗西亚甲乌克兰两国伫初期交换战俘，有90个罗西亚军人，甲130个乌克兰军人轰绑出来。伫巴赫姆特战区，罗西亚最近一直有攻势，想要赶紧甲顿巴斯地区控制落来。因为乌克兰士兵是持续甲第一线守护条，等待武器甲物资的支援。不过因为战情真严重，有部分的外国媒体记者已经无法度入去战区。最新的消息是愈来愈恶掌握。Ну, я вірю в перемогу. Я вірю в перемогу. Я думаю, все рівно росіяни поймуть, що їм тут нема що робити. 纽约时报引用美国政府无签名的消息，讲去年9月份爆炸的北溪天然气管线是亲近乌克兰团体做的。不过乌克兰已经否认这个讲法。这条管线是罗西亚送能源去德国的管线，方认为是人为炸掉的。有一个讲法是罗西亚家己自导自演的，不过已经去罗西亚反驳。美国政府表示会等待几个国政府联合调查的结果。公司新闻两间编译。前一阵罗西亚化工因破坏乌军超过45套的海马式火箭系统。不过美国是干那送乌克兰20套，这中方差的25套是对倒位来的呢？根据捷克媒体报道，罗西亚帮的真有可能是成本真低的煤，就是气球假武器。捷克有一间公司是专门咧制造这款假武器，充气的速度紧，而且若无吊件，远远看根本就看袂出来。而且可以当骗过红外线感应甲雷达。这款武器主要是用来骗敌人，互因的武器用好了。制造商表示，因的武器模型超过30种。不过，目前业者也无回应讲因敢有卖武器给乌克兰。因敢若表示，过去这一年销量翻1倍以上，讲全世界各地拢有因的客户。这毋是官方的佚佗物，气枪我爆了后，这台含真正战车大细拢相共的，真正会当去战场。We produce about 30 to 30 plus decoys, different type of products, models of tanks, of aeroplanes, of vehicles and stuff.
这间伫捷克的冲气科技公司是专门生产会当杀敌人、互因乌白射炮弹的假兵器。不管是战车、火箭炮，还是战机，拢总有超过30种。 Obyčejným pohledem, pokud nemám v ruce dalekohled, tak už z nějakých 150-200 metrů nejsem schopný rozlišit pouhým okem, jestli se jedná o skutečnou techniku nebo o návnadu. 咱只是讲，这种用惯风的是无啥物，伊的技术虽然比真正的武器加真济，但除了爱骗过目睭和无人机，佫会当通过热感应、红外线和雷达这考验，才会当真正甲敌人骗得到。 Musí umět oklamat na 3 úrovních, nejenom na optické, to, co vidíme, nebo co jsme schopni vidět z dálky dalekohledem nebo z dronů, ale hlavně musí umět oklamat na úrovni tepelné, respektive infračervené, a na úrovni radarových snímků. 业者讲，即马俄乌战争继续在拍，因的业绩伫过去一档嘛加一倍。不过业者是无愿意证实敢有卖互乌克兰，但是会当确定的是，除了欧洲，因阁有卖去世界各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中南美洲消息，阿根廷有一个11岁查甫囡仔，互帮派抢劫的流弹弹着无辜死亡，民众起掠讲，甲嫌犯的住所围起来抗议。 因那墨西哥竟然是有帮派认着人，把死去墨西哥当美容手术的美国人掠去，就是因是对手海地的毒贩。死的美国人有2个人死亡。这民众看到嫌犯行出来，随甲牵石头，有人甚至弹汽油弹。阿根廷第3大城罗奥里萨的居民是真生气，拜伊甲几啊间艺术内底有藏毒贩的厝，规个包围起来，便若看到嫌疑人，就甲虐，就甲拍，而且摕家石头啊甲壁撬互歹，结果走入去甲物件拢弄歹，甚至是放火烧厝。这民众会遐尔生气，原因是前一天，卖毒的帮派伫咧街路牙枪对射，牵连着4个囡仔，其中一个11岁查甫囡仔去互弹着，当场死亡。 还有一个2岁查某囡仔，伤势是真严重。Arreglan con los transeros, los llevan, después los largan. Estos son una mierda, así todo lo ocultan, todos saben la porquería que son. Esto hay que derrumbar todo acá, todo. 警察用催泪加速甲手灵枪指，才甲嫌犯甲伊的2个亲人带走。罗萨里奥的毒贩真济，谋杀率是全阿根廷上界悬的。顶礼拜还佫有枪手甲卡救兵车门西恐吓，甲因亲戚开的超市开枪。 总统费南德兹初一宣布，甲当地联邦安全部队的人数增加到1400人，来稳定当地治安。另外，嘛是甲帮派暴力有关系的事件，有4个美国人顶礼拜5赛车去墨西哥要做正型的手术，想袂到入去墨西哥东北部塔毛利巴斯州了后，拄着帮派伫遐相战，了后就去互毒贩绑票，下落不明。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佫提出5万块的美金，差不多是150万台票的赏金，呼吁民众斗找人。 不过，一直到初7，墨西哥当局才找到4个美国人，而且其中2个人已经死亡。De ellos, 2 se encontraron sin vida, en tanto que 2 más, una mujer de nombre Latavia N, está ilesa, mientras que Eric N presenta una lesión por herida de bala en una de sus piernas. 警察逮捕一个24岁查甫人，初步调查发生这个绑票案的原因，根本就是误会一场。 讲绑票的人就是人质，是海地毒贩，才甲伊带走。在这个期间，因几啊届换味的地点，要来闪过警察。目前要活的2个人已经转去美国。美国国务院发出理由警告，要求公民唔通去塔毛利巴斯州，而且无排除甲卖毒集团列作是恐怖组织。红星新闻，徐婉玲编译。 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退休金改革方案，要甲退休的年岁延后到64岁，引起全国的劳工不满，暂时发起第6届全国大罢工，大约是有128万人就街抗议。另外，法国附近的国家比利时，政府嘛按算要延后消防员退休的年岁，加上长期的人力拢无够，消防员就街头抗议，甚至佫冲入去后面委员会大楼。 叫人一名的拍火英雄，即阵要挽救家己的工作权益。比利时600名的消防员初7行上首都布鲁塞尔的街路，抗议消防人员长期不足。政府也打算在2030年时，将消防员的退休年龄延后到67岁，根本无顾因的性命。On a des maladies qui sont reconnues comme des cancers professionnels, et finir à 67 ans, c'est nous tuer sur le travail, au fait.
消防员要求政府增加消防员的预算，并且扩编人力。抗议期间，部分的拍火兄弟一度冲入去后面的委员会大楼，伫大厅甲警察发生冲突，最后警察伫室内发射催泪弹，甲消防员强制来驱离。另外，邻近的法国是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的场景。法国初期发起第6度全国大罢工，要来阻止马克宏政府的年金改革法案。甲退休年龄延到64岁，不过伫首都巴黎，群众一度失去控制，甲警察激烈来对峙，也甲一台经过汽车改讲歹去，互车内医生只好放弃去看诊。这场罢工的强度比进前是更加大，工会呼调炼油厂、公共运输、教师，也有医护人员、学生、清洁员等超过100万人行入街路，公路要汽车甲路塌掉咧。Il sait ce qui se passe dans le pays. Alors, soit il écoute et il est le président de tous les Français, soit il a décidé d'en faire une affaire personnelle. Et là, c'est grave. Là, c'est grave. 受罢工影响，初期迄天，法国有1/3的教师来罢课，铁路运行量就比上是1/5。巴黎本座堂也因为无人拼拢满出来。伊工会讲要互各行各业轮流来罢工，互规个法国拢袂顶袂动。民调显示，法国有超过60%的人反对改革，不过这敢若无互马克宏回心转意，坚持要来推动法案。预计上班这个月底，国会就来进行表决。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咱头拄则看到法国因为退休年会可能会放延后，引起大罢工。其实法国的劳工权益毋若退休年会问题，女性的劳动权益嘛有真大难关。亲像女性的退休金就比男性少4成，女性在食头路的时阵，就算甲男性做同款的工课，薪水嘛较输男性。大声唱歌对 tempo 在跳舞，若无真着听，准是讲这是遮的退休妈妈因的健身 party。其实这是因为着退休金在抗议，嘛看出因规世人拢拄着无公平的待遇。法国总统马克宏进前是提出退休金的改革方案，说好多讲是真不满，拜日抗议的人数量甚至是创新高，真侪女性嘛站出来抗议长久以来女性的劳动力当真无受到重视，互因的退休金是比查甫减4成。已经退休的这个阿嬷马婷，就因为结婚了后，洪要求讲爱顾囡仔，敢若会当兼做摒扫的。就算一天已经做到6点钟，但是因为工课无申报，退休金是有敢若无。囡仔大汉了后，因翁讲要过家己的生活，伊只好出去趁钱，生活是真艰苦。I didn't give it a thought. When you're 25 or 30,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retirement because we don't know what life is going to throw at us. And then it's here.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worked under the table. Our husbands had jobs. We took care of the children. That was the way it was. 这种代志毋是敢若马婷拄着尔，即嘛有8成做线工的工课拢是女性去做的，就算是正式的头路，女性的薪水嘛真低。一个人顾囡仔的卡路，19岁开始就伫咧银行上班，就算伊敢含公司讲要调薪，嘛因为惊红认为在找麻烦，毋敢一直争取。但是伊接受咨询了后，就勇敢去争取权益，甚至成功加2成。There was a problem. Am I worth it? Am I going to dare to say it? You have to be comfortable with it. And even after saying yes, I had to go and say it and possibly deal with the reaction of a person whose eyes may pop. 负责教女性安怎讲薪水的哈西尼讲，来咨询的女性等去公司讲薪水的时阵，平均拢会当调起2成，甚至够5成到6成的，会当看出因领这种低薪已经足久啊。根据数据，法国的女性薪水是比查甫的同事减16%。哈西尼嘛讲，真侪公司甘愿开大钱来包装公司进步的形象。说无愿意去调薪，伊讲所有的一切爱对男女共工无共钱开始改。公司新闻周如平编译。今仔日是3月7日国际妇女节，有不少伟大女性点点伫地方各自付出。印尼有一对双生姊妹，希望互弱势囡仔会当受教育，去学校互善食家庭的囡仔读册。也若是阿富汗有一对少年的查某囡仔，因是自愿加入联合国的训练课程。帮助身边的助产士、甲身躯边的女性有薪、甲生产的知识，降低死亡率。穿着土红色的裙，双生仔姊妹的老师坐伫位替学生上课。虽然印尼伫2008年取消公立小学学费，也毋过真侪收入无悬的家庭有缘负担袂起这学甲册费用。
伫印尼首都雅加达，都有一对70多岁双生仔姊妹罗莎蒂甲伊利亚宁西，伫40当前创立一间以女权影响好名的卡蒂尼紧急救援学校，招募志工老师努力，让6岁到17岁弱势児童会当接受教育。Dia harus kontrak rumah di pojok-pojok kota, pinggir kali lah, pinggir apalah, bedeng-bedeng. Terus anaknya sekolah di mana? Sedangkan sekolah di sana paling murah 5 juta. Ya kita terus buka sekolah, ya udah biar sekolah di tempat kita. 为着学生毕业了后，嘛其实会当找工课，学校会甲主办到插会各种实用的技能，卖做户外教学，互学生的视野更较宽。有真侪学生因此入去大学、研究所来读册，伫毕业了后嘛找到好工课。双生姊妹因此得到真侪学生的敬爱，嘛拢叫因双生妈妈。同款为社会贡献的女性，佮有阿富汗巴米扬地区自愿加入联合国的训练课程，正做3事的少年查某囡仔。 روزانه ما مشاهده از هستیم که مثلا در این عصر زمان مادرای از ما در اثر به توجهی یا مثلا درست مراقبت نمیشد در زمان ولادت از بین میره و باعث شد به من انگیزه ایجاد شد که من بیام درس بخونم در虽然塔利班政权禁止女性去大学读册，也是做慈善工作，也毋过说稳准女性投入于医疗健保的领域。参加课程的查某囡仔爱培训2档，学要安怎评估甲指导有心人生囝，啊，佮有提供生囝了后的护理。阿富汗是亚洲有心人死亡率上悬的国家，平均每2点钟就有1名阿富汗女性在有心甲生囝期间死亡。公视新闻台是董炳益。 尼加拉瓜东方的红树林有一款蛤蟆是在地美食，这沿海渔船妇女会各自拿去学蛤蟆，补贴生活开销。而且伊嘛甲环保团体斗相共，种红树林的树栽，保护海岸线。尼加拉瓜东方一个外海小渔村阿斯拉多瑞斯，若浪几工，村民就会过这种细只船到2公里外的红树林，学这种鸟蛤蟆。 正特别的是，查甫人只个若斗相共将船拖到海上，顾船甲学蛤蟆拢是查甫人去做。verdad que solo mujeres venimos porque el hombre poco le gusta, no le gusta el nadar, no le gusta rayarse. Y nosotros no, nosotros tenemos que hacer hay veces obligados por nuestros hijos. 40岁马丁尼兹自做查某囡仔开始，就伫咧学这种鸟蛤蟆，这的渔获量一年比一年少，影响渔民的收入。妇女去学这款蛤蟆，除了家己食，也当卖互餐饮业者，利出来加减有补贴。虽然海波地土正软，地仔行正出力，而且规身躯乌麻麻，因过想着会当趁钱，就做甲正欢喜。 Entonces, y esto nosotros como venimos a remo no gastamos en combustible, solamente nuestra energía. 这寡妇女出去学蛤蟆时阵，也接受环境部门甲非政府组织的委托，斗相共种红树林的幼栽，为环保出力，互因伫学蛤蟆时阵更加骨力。若学着较细粒的蛤蟆，因会甲因放长去。 维持当地生态平衡，互后代子孙也当靠鸟蛤蟆维持生活。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收尾，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